要不要呢？白石头，我刚见过投资人，现在要回集团了。你在哪儿？我还在戴总这里，他怎么说？到现在还没什么进展。如果他实在不松口，你就先回来吧。知道了，先这样。如果你要先回家，给我打个电话。好，我要走了。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不能说走吗？怎么，没胃口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集团在被人攻击，我的朋友、同事、妻子都在努力保护集团。你让我在酒店里待一天，只是看看电影、吃吃喝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呀？你就算过去，也帮不了什么忙吧？我真的走了，世东需要我回去。你现在留在我的身边，比留在他的身边有帮助吧？那你就给我个准话，你到底想不想帮红鼎？其实你今天一天表现都不错，到这么晚了还能沉得住气。但是刚才接完那个电话，我对你的评价清零。好，那正好。再会。等等，跟我回房间。不错嘛，没有趁我洗澡的时候溜掉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，其实斯特林没有必要跟你们任何一家集团合作。你说什么？你想啊，合作的初衷是想让三大巨头互相竞争、互相残杀，斯特林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来接盘。但是你们旗鼓相当，第一天就打得火热。这么看来，只要引导你们继续竞争，最后的结果也就是三败俱伤。这样，三个集团的实力空虚，斯特林还需要合作吗？直接收购胜利者不就行了？既然这样，你给红鼎一些支援，让红鼎撑到最后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没错，这样做的性价比是最小，但是要不要呢？我只是你的保镖，请自重。保镖又怎样？反正东南亚市场打开以后，收购也好，合作也罢，只要我做的舒服，就怎么做。你一直都是这么经营集团的吗？如果你1个小时挣100块，你还会在乎一盒火柴卖1块还是卖5毛吗？如果你想谈判，就给我一个能接受的条件。留在这里过夜，也许
能多给红顶1天的时间。这已经很给云总裁面子了。要是换做别人，顶多也就1、2个小时。恕难从命。马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所有事都办完了，不回来我干嘛去啊？哦，哎，不是说帮老大替红玲减压吗？减轻了呀，新媒体跟自媒体的言论我都已经控制了。既然选完了，那我不回来我干嘛去啊？可以啊，姐，这招挺厉害的。当然。哎，什么？你确定？他们是这么交代的，我觉得是实话。不行，这事儿得我亲自去查清楚。注意安全，你早点回来啊。行了行了，我也得给老大打个电话。喂，老大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呀？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？没电了。今天有你的比赛，你没来。对不起啊，小雅，我忘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电话也不接，比赛也不去。你还不知道吧？红顶和苏轼开战了。什么？回来啦！别这样，戴娜那个人我也知道有多难对付了。他要是不松口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这边过得去吗？勉勉强强吧。今天也算是稳住了阵脚，但是被收购的股份已经达到了16%，在外人看来，其实跟崩盘没有什么两样。你要加班吗？可能要忙到明天早上了吧。陪你吧。喂，让云师彤接电话。谁？云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存您的电话。戴总裁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就直说了吧，红顶表现得不错，实际上超出了预期。我决定修改一下游戏规则。您的意思是？苏轼会停止对红顶的收购。您说的是真的？别的我就不多说了。你有个好丈夫，珍惜吧。怎么了？我们有机会了，
但他又给了我们1天时间。真的啊？嗯。你们今天一直在一起，都干什么了？我没干什么。真的？真的。吃点泡面吧。干什么？既然有了时间，我们就要组织反击。我现在去召集所有人开会。爷爷，小雅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跑过来？有事儿吗？我听说苏轼，不，吴总管要和红顶开战了。啊，是。你看到新闻了？为什么？这是在做生意，做生意嘛，就会有竞争。可是妈妈说，生意就是合作。当然，主要是合作，可有些时候更需要竞争。那你会不会对段飞哥和石彤姐怎么样？想到哪儿去了？这只是生意场上的竞争而已。即便是到了最后，红鼎集团输了，我们也会收购的，让段飞和尹石彤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。那如果是我们输了呢？苏轼就没了吗？小雅，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，知道了你会不开心的。如果是普普通通的生意，我知道了怎么会不开心呢？是不是吴总管又要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？生意场上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寇，是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的。